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要到立法院报告甲备询，国民党第12届组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为着要让院长明仔载顺利就台，为昨下晡开始，2个议场前轮流排队。今仔日立法院审议外交部明年度的预算。国际交流这个项目，外交部是编3100万，比今年增加2500万，嘛计划要找网红拍影片来宣传，这是引起着国民党立委的质疑。但你外交部拢会编经费用伫国际交流，明年预算更加有3100万，比今年增加2500万。理由是为了增加国家的形象，有可能嘛找网红来拍影片，引起国民党立委的质疑。他用非常高级的这个摄影器材政府的施政真的做得好是不必靠那么过度的这种修饰部分是网红，可能一部分是其他的怎么呈现我觉得那就是尊重创意。民进党立委将主力放伫议场的大门，要展开3天2暝排练，因为伫国民党的立委主动12摆情形下，行政院长苏贞昌无法上台针对美国猪肉进口台湾来报告。为了好明仔载议事会使顺利的进行，民进党团主动出警。这边排班不也是没有在上班，没有在做事吗？他们的心里就只在乎能不能赶快的把莱猪灌到我们国人的口中去人家家里当小偷，说警察没来。那暂住议场是不对的事，说怪我们没有把它排除。国民党立委一定发动反攻，调野的阵营，即将伫立法院正面的对抗。